恁既若着无重大的着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我心内温柔谦逊，恁背我的担来对我学，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。因为我的担是快，我的担是轻。阿妹，感谢上帝将伊的话也来赏赐咱。这时赞美，咱要请妇女献歌队。感谢妇女献歌队俄罗斯歌，互咱会当当受邀请来各主祭道，会当当受蒙受伊的恩典。这是讲到咱要听咱的潘老师，伊今仔所要跟分享的题目是哪如何哪轻松。大家平安，咱先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伫清早时安定来教会，做伙领受上帝恩典。只是求你用信心来充满着阮，也互阮会当了解你话语奇妙的所在。伫今早起，阮要得到医治、平安的恩典，以及上帝话语甲智慧充满着阮众人当中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所以讲，是信用实践吼，咱拢讲信用实践吼，啊，到底什么叫做信用实践啦？哈，
啊，先猜问者，信用实践，吼，信仰实践，吼，信仰实践，什么叫做信用实践？敢会当有人会当鼓励来讲看卖啊？什么叫做信用实践？因为对信用实践，有的人讲是一项是信用实践，有的人讲是迄项吼。咱来问看卖，什么是或者信用爱实践出来，爱活出耶稣基督的性命，活出基督徒的形象来吼。咱来点名，点名大家醒过来吼。你无即时阵要看迄歪看外款的人，信用实践，信仰实践，什么是信用实践？好安尼也会场了。实践是啥物？信用实践爱安怎？传福音。多谢。啊，搁一项，搁来一个。啊，你点一个好无？互你点，莫我一直得失人。你会帮我点一个啊？好啊，边仔林美长了。嘿。一摆摆你讲过。传福音啦，甲人的关系都爱改变，无共款啦。搁有咧，迄小布吼，小布你咧窃窃私语，你来讲者好无？互咱播声甲鼓励者吼，伊少互点着。信用实践信仰实践，什么叫信仰实践？多替别人着想，好，多谢。所以咱讲实践，哪拢无人讲敬拜、服侍、司琴、招待，伫教会摒扫，然后搁啥开车去接送，迄拢是实践嘛？敢毋是？但是伫遮济实践人内面当中，上困难的两项代志，就是传福音甲赦免啦。因为传福音甲赦免，亲像拄仔咱就像长老所讲的，因为伊讲信用实践是传福音，伊是传福音的人，伊有传福音的恩赐。林美长老所讲的，人甲人之间的关系爱改变，这个改变就是有时就是爱需要赦免、了赦、和好，这是真无简单。这两件代志是足无简单的代志。但是愈定的人愈无法度做到这两项呢，心愈定。愈无法度做到传福音甲赦免这两件代志，所以马太福音伊写的时阵是写互较无信息的基督徒看。你若认真来看的时阵，咱的马太福音写的时阵是讲已经来信主，但是还未完成，信仰还未有较成熟，还未成长的这基督徒来看，所以伊会讲你着爱学习我的所做的代志。都爱学习。伫约翰福音是写互较成熟的基督徒所来读的，所以你会当有时咱拢互这个未信者看毋着，咱拢毋望伊会当看到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对无？伊看到以后来信耶稣。约翰福音3章16节是写啥物？对。但是伊头前看无要紧嘛，袂当啦，嘛是爱互伊看有啦。所以伫互未信者爱读啥物？马可福音甲路加福音嘛，因为迄是我专门写互罪人看的，罪人看的。所以讲，咱无说讲话搁讲转来，咱若是愈软 Q， 性命愈好，就是愈较柔和的、较软的人，伊个会当来传福音，会当来赦免。但是定确，咱自然咱就无法度来去接受别人的话。咱也无法度来去听见上帝的话语，所以以前伫美容咧服侍时阵，人讲客庄真歹传，我讲奇怪，全台湾歹福音拢歹传啊，拢共款。我讲到底倒位有啥物无共？因讲因的红骨真硬，就是迄个应景精神迄客语有做硬颈，应景精神。所以讲落尾我有想讲，其实拢共款。福音到啥物所在拢共款嘛？
歹团啊，但是伫客庄歹团，我是感觉还好啦，还可以啦，迄无啥物感觉。但是当我带着客家母的时阵，就知啊。我敢讲是因为伊无来，但是请你莫甲讲。无啦，我讲真笑，我知影绝对有人甲讲。你啊，无好沟通者，对无？你家己一直点头，走地长老嘛客人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就是种伫即个生命当中，有生活当中有诶时阵，伊会坚持。伊讲即味就是即味，伊个就是阮会煮即个油饭。油饭啊，油饭伫客庄煮油饭，伊是无共款的做法。啊，伊坚持一定要照因的方式去做。我讲奇怪，照阮北部、照阮河洛人的做法，甲袂用，袂用的。伊一点仔都袂当改变，你知影？啊，然后我就煮一鼎，阮煮油饭啊煮2鼎，一鼎我的河洛人油饭，一鼎伊的客人油饭，足奇怪。啊，但是伊就是讲啊，伊若要煮，伊就是爱完全爱照伊的。我妈妈就是安尼教，我奇怪，我妈妈就安尼教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若是无拢决定的无法度来协调的时阵，其实真歹会当，真歹做伙生活，还是讲真歹来传福音。伫信仰生活当中，你若定苦苦的时阵，传福音甲赦免，无容易做着。所以，我看到即个广告，我感觉真高水。伊就是咧讲顾骨头的药啊。伊讲伊个骹骨吼，伊个有安尼，你个骹骨敢有遮软 Q？ 有无？有时咱看迄，咱人若是有年岁时阵行路会安尼有无？对无？哦，要落楼梯又无方便，为虾米？退化，退化变做你个骹个较无软 Q 嘛，无软 Q 的时阵。行步道嘛，然后你即个骹头骨就袂当弯啊，所以你行路的时阵就足慢，对无？啊，然后你落楼梯啊、爬楼梯的时阵真无方便。为虾米？因为你个骹退化去，骨头较脆，骨头较硬啊啦，内面就较袂遐柔软，较无遐软 Q。啊，但是要安怎变做较软 Q？就是你平常时都爱补。我毋是咧卖药啊，我是一定爱讲即段啦。我大家拢真心拢来奇怪，无啦，我意思是讲，大家都拢爱，平常时你就爱食寡会当互你骨头爱补的所在，你物件，然后咱运动嘛，大家拢知。所以你平常时你都爱训练你的信仰，你的心智爱软 Q 啊，你爱补上帝话语，你的生命当中，互你的心会当柔软啊，你爱服侍去传福音，慢慢啊练习，互你的心会当软 Q 啊，对无？我手中有摕即个，或者这台语我毋知安怎讲。今日陈牧师来，我会当问伊，我常常会问伊。牧师，迄粘土要安怎讲？粘土遮简单，真的就是安尼吗？对。对，啊，就粘土大家就知就好啊啦。嘿啦，你会当甲粘嘛，对无？你甲捏做一半，等下，你甲捏做一半，搁甲粘起来，好啊。但是你若是折纸，袂当捏，因为这工匠。你捏做一半，要搁甲粘好，是无可能的代志嘛。所以讲，但是人甲人之间的关系，无用耶稣基督讲，你若是学习我的模样，你就亲像即个粘土共款。你有软 Q， 然后你会当安怎有关系，会当好好嘛，会当连做伙嘛。若是你修订的时阵拗落去、害去、破去，对无？裂落、破去，你要搁甲重新搁处理啊好势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早前我伫咧做辅导的时阵，足重要的代志。有时有的兄弟就讲，牧师，我知影爱奉献，但是我就是无想要做。安尼我无法度。牧师，我就知影讲爱传福音，我就无想要去。安尼我嘛无法度，我就无想要做啥物代志，你就因手喙定定咧讲即个代志，我嘛知影真困难啊。你讲牧师啊，
你敢会甲无顺利冤家？绝对会冤的啊！这著生活嘛，生活会冤家，但总是你会好好，迄是性命，对无？咱会冤家，但是咱会好好，迄是性命。冤家是生活，好好是性命。因为就是安尼，较有柔软的人，较是有会当找求即款的好好，然后会当来传福音嘛。咱若有人有失眠的习惯，我早前我定定失眠，我有一段时间真长的时间爱食安眠药，较会当困。无论是啥物时期，我坦白甲你讲，我咧做传道的时阵，传道者嘛会失眠哦。我讲是啊，传教者会失眠，做牧师会失眠，会啊，烦恼呢。你就感觉真奇怪啊，做牧师人敢袂晓祈祷？是啊。我有祈祷啊，但是愈祈祷，心内愈惊吓，代志无改变。一个会友甲我讲一句讲，我后礼拜要来教会聚会啊，我就烦恼。我后礼拜你若阁无爱改，我后礼拜都无来教会聚会啊。为什么啦？我改啦。你后礼拜你若讲用国语，也是台语咧讲道，我就无爱来。拜托话，我才来差不多2-3礼拜尔，你要求我用客语讲道，哪有可能？那新加讲方言咯。啊，结果我去甲拜托，叫了解讲我，这个人因无法度沟通，你知？定确。所以我讲，其实就是讲，其实你讲有时咱伫，我迄时的时阵我就失眠都困袂去，因为是安怎无法度安歇，就是因为心内有代志嘛，对无？咱常常拢是安尼啊，都心内有代志，你连徛倒摆，你心内嘛咧忧愁，嘛咧想代志，无法度安歇。无法度安歇，因为你心内想足侪代志，心内有足侪压力的时阵，我暗时也困袂去。当然困袂去原因有真侪啦，有人中昼困伤久啊。我之前一个会友阿公，牧师为了祈祷，安那呢失眠足久，安尼要安怎？我食安眠药嘛困袂去，哇，70几岁，要80岁，安尼好为你祈祷，过两工透早来哦，4点半弄门，牧师祈祷无效呢。昨下就无困，你无困，我也爱困啊！结果好啦，我为你祈祷好转去，过两工搁来4点半弄门，牧师无效呢，拢无困，一礼拜，然后我挡袂牢去因兜，我讲较会无困，早起我就去因兜，伊讲可能阮兜吼无清气，有歹命，你阮兜有遐祈祷，好我去祈祷。然后去吼，看伊，我伫祈祷时阵，看伊着电视拍开，伫椅仔顶就困去啊。困到10点吼，我伫遐陪伊嘛。困到10点的时阵起来煮物件，食的。12点伫椅仔顶搁困去然后起来小去便所一下，2点外起来，3点搁困去然后伫暗时时阵着食足侪营养品。这补骨头，这补啥，补甲我讲，你早起困遐久，暗时搁食这些营养品，当然嘛困袂去，顺序就毋对啊嘛，甲讲袂听。所以你知影讲，有个人的问题就是讲，伊伤定，伊无法度接受别人的讲话，讲哪有可能？我10几冬我就是安尼生活，我困袂去，绝对毋是我生活习惯的问题。一定是我内面出啥物问题，我身躯一定啥物问题，毋是来是你生活出问题嘛。所以讲，有时咱无法度得到安歇，因为咱的心真侪操烦。咱的心无法度安歇，就是因为，就算讲你家己一个徛倒摆，还是讲你去旅游，你嘛会想着讲厝里阁啥物代志还袂做，公司阁啥物代志还袂做，迄店人有关我开门无？算数有算毋对无？囡仔敢有咧写功课？对无？我着得到安歇，但是耶稣基督讲，囡仔劳苦担大个人会当来我遮，我着互恁得到安歇。反倒当我要讲一句讲，因无法度得到安歇，是因为恁袂去甲上帝面头前嘛。
落尾我就学即招啊。我讲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要犒劳上帝。我暗时啊袂当困，困袂去。拄去教会时阵，迄间教会拄传道的时阵，入去的时阵才23个人，然后人愈来愈少，因为去到随办3场的告别式，啊，然后因为有人听无我的台语甲国语，所以无来教会，变10几个人咧聚会，困袂去。逐礼拜毋知要创啥，逐礼拜就是足惊吓，讲哇，即间教会是我无甲倒去啊，是安怎？我惊啊！惊吓，我啊第一间教会拄对神人伊边啊做传道啊，啥都毋捌。第一间教会我都真失败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主啊，求啊！结果吼困袂去，我就去暗时啊去礼拜堂祈祷，礼拜堂祈祷，我就伫台仔顶祈祷。结果吼祈祷煞祈祷啊，甲伊困去，你知无？伫台仔顶困去。啊，我讲甲足大声，啊，所以就讲有时我就讲啊，我有一段时间拢是困伫咧礼拜堂的台仔顶，啊，落尾就是有长老来，还是讲会友来吼，早起来的时阵4点半去弄图书馆的门，找无人，牧师啊，困袂去，安尼我困的时阵我是规个困去嘛，啊，伊就来看到我咧祈祷的时阵，我流目屎。我的牧师4点半就爬起来，为我的生命来祈祷。毋是啦，我是伫遐困，恁误会啊。所以你讲我开始迄个时阵，我开始学习讲较柔软，会当听人。伊若讲伊袂困的时候，我讲来，咱来做伙来祈祷。4点半咱做伙来祈祷，一直到伊见上帝面。伊若是袂困，伊家己走来祈祷，伊偷偷来祈祷，早前会弄门，到落尾伊家己甲上帝建立真好的关系。所以无所谓意思是讲，咱的心爱爱谦卑，你若愈软口，你就愈无容易受伤嘛。咱若心内定酷酷，人讲的话，咱拢无甲做，无甲放伫心内，咱定定就是要照家己的方法去生活的时阵。咱都是定定会受伤啊！咱若真是家己坚持家己的看法的时阵，咱就是定定会甲人起冲突啊。所以有时，咱一直拢会坚持家己的想法。软口是一种的保护，会当互咱听见别人的好的意见，咱会当调整咱家己的生命，啊，会当慢慢啊调整。有一天，一个李先生吼，伊就开车去山顶，窗仔门摇落来真欢喜，慢慢啊开，慢慢欣赏山顶的风景。结果对向一台车嘛，慢慢啊开过来，然后窗仔门甲架落来的时阵，下手甲伊拍招呼，时间真短，但是伊就看见迄个人，迄个富人人吼。对向来迄老妇人人，甲讲一句讲，猪，结果李先生起性地我脾气较野起来。伊讲我奇怪，我咧开车好好，甲你拍招呼，你甲我骂一句猪要创啊？伊就挖头去骂足大声讲，你才是猪啊！结果吼，伊挖头甲骂一猪的时阵，头前吼。一阵猪咧过马路，伊去弄着遐猪啊！所以有时咱若是讲无法度去听人的意见的时阵，也是讲咱拢是误解人的意见的时阵，咱自然咱就是发生无好的代志。咱自然咱就是无法度去用即个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代志，咱自然无法度传福音，咱自然就是无法度。伊来去，互人来去赦免、疗伤。我知影真困难。我有一摆去听迄个赞美之泉的即个音乐会吼，报道会。因为赞美之泉排队排足长。我头前有一个先生，伊穿遐青菜，穿遐足整齐，头上热足整齐。
伊排我头前哦，正头前。啊，我感觉即个先生伊嘛是真有即个热情啦吼。啊，因为迄天我有带真侪亲人去，我拢约头去安排亲人安怎徛啦，啊因食饭无啥，一直安排。我头前迄个先生吼，伊穿了真济，但是伊嗅香水嗅了过头，你知无？我徛伊头前，我都喘气，有挂喙暗无？啊伊直足香的安尼啊，逐个咧楼顶行的时阵都拢足慢的啊。伊行喺我头前，伊的高度差不多到鼻孔遮，我就一直闻着伊身上的香味，啊迄去哩的速度阁足慢，爬楼梯阁足慢安尼啊。我就无耐性，我就愈哪看这个哪讨厌，你知无？我看了足讨厌。结果你知影无？伊毋但是徛喺我头前，连咧敬拜时阵嘛徛我边仔的。我讲我心内就一直看伊即个，一直受着伊香水的影响，受着伊的青菜的影响。我迄场我无法度专心敬拜，我一直愈来愈生气，一直想要换位。结果我看到伊咧敬拜的时阵，伊的骹无方便，伊一支骹是小儿麻痹。我看伊咧敬拜的时阵，伊是一支骹咧跳，一支骹跪落咧敬拜。我互迄个真紧感动着，你知无？有时咱就是闻着一点仔咱无法度接受的味，看到一点仔咱无法度接受的代志，看到一点点仔甲咱想法无共的代志，也是讲咱受一点点仔无委屈，咱就生气，去规场礼拜。去规场的即个敬拜，去规场的规年的即款的服侍，你感觉安尼敢对？我感觉毋对。我迄天我伫上帝面头前，我大大的悔改，我讲，我就是因为伊身躯的香水，我讨厌即个人，连伊的即个发型，甲伊的穿插，连伊的身高我都讨厌。然后我看见伊咧祈祷敬拜的时阵，我才认出即个人是我的兄弟。伊的骹无方便，但伊穿伊上好的衫来敬拜上帝。落尾因拢会讲啊，甲你边仔人讲啥物，我过去我就甲牵伊说，你是啥物教会？伊就真欢喜，伊佫讲我是啥物教会，上帝听你，上帝祝福你。然后伊毋是我心内所想的迄种人，你知无？爱出风头，爱风神，爱互人看见伊咧敬拜。然后我甲伊牵手我讲我互我家己的即款的固执，互家己的想法，互我家己去限制我家己对敬拜、对上帝即款的听心，对人的听心嘛。然后或者咱伫教会当中，常常会有即款的状况，你知无？有时咱有隔壁的孩子是甲咱较亲的同工，也是讲咱甲其他的兄弟可能伊身上香水的味，也是讲伊的穿插，也是讲伊的歌声，也是讲伊所做的代志，甲咱聊啊无共的时阵，咱可能去1天、2天、3天，有人去10天、20天就有呢。总是咱毋是来看咱家己，伊互咱受伤的部分，咱越头看伊敬拜的时阵，看伊祈祷的时阵，你要认出讲，这是我主内兄弟。我来常常安尼学习。过去我脾气无好，所有同学甲我讲的时阵，拢会惊吓。落尾我学习，我甲放互较软，开小会时阵，因拢。我来问讲有啥物意见，大家尽量讲，大家拢无爱讲话，因为因有甲我讲，阮的小会员早前拄牧会时阵，阮的小会员甲我讲一句讲，我团导，你足定的呢，你无法度听人的话呢。落尾我慢慢啊改变，慢慢啊听因所讲的话。然后我有一天我就轻声细细甲伊问讲，好，迄意见真好。
阁有人要提啥物款的意见无？所有的小伙反正惊着讲你是破病还是安怎样？我讲无啦，我是感觉我家己爱改变，我慢慢爱改变。所以讲，耶稣基督讲，我的心谦卑温柔，你爱排啥物物件？我无台语排。你们担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。所以我就摕一个牌包起来，我讲哦，那无去啊，我后壁。啊，迄坐飞机的时阵吼，若是讲即个同款一模一样的袋仔吼，啊内面有现金，缀个甜，啊你要出国，吼欢喜排这卡，啊总是飞机吼故障，伫要坠机的时阵，一模一样，同样同款的排，啊即个是降落伞，你是要排现金还是排降落伞？现金你跳落你无效，你知道？你换你就是爱排降落伞嘛。所以耶稣基督伊所予咱的袋仔是啥物？降落伞，了解无？爱学习，但是你排降落伞排去的时阵，你敢会晓安怎使用？毋知嘛？伊讲恁着爱学习，爱学习我，爱看我，就是咱咧跳落去的时阵，咱咧飞的时阵，咱咧对下面咧跳落的时阵，咱着爱自行看耶稣基督。伊讲游的时阵，咱着做伙甲伊游即条线，游砰就飞起来，毋是飞起来，就是慢慢啊落落去，袂飞起来。所以讲学习嘛，伊讲你若是知影讲你要跳伞的时阵，你会排现金还是排降落伞去？你看教练所讲的时，你会专心听教练所讲的。然后你跳的时，你会自行看教练所做的动作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甲咱教示。所以伫逐摆的圣餐的时候，咱会读一段经文，伊就讲，你着爱自行看，专心听，学习我所做的代志。若是咱的心内流冷，若是咱会当来到耶稣基督面头前，咱的心真正就得到安息。你会当开始学习下面了解，你会当伫你的生活当中真正来传扬福音。咱做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我有机会会当来领受上帝恩典，会当来听见伊的话语。帮助我会当活出伊的信仰，帮助我会当活出更较冷静的人生甲信仰来，互我会当传扬福音，互我会当彼此来了解。祈求主来对阮讲话，阮的心来学习，自行听你所讲，专心看你所做，帮助阮愈来愈亲像你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妹，咱即时要来举行圣餐，咱先来承认即个信息。216首，然后请长老来到三间。做最骄傲的羔羊子。
耶稣恩典的话语，因为伊讲，见若劳苦担重担的人会当到我遮来。伊讲我著像我命顶饼，就跟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决断袂喙大，就跟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。伫耶稣基督受卖迄暝，伊摕起杯讲，伊摕起饼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，为着是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伊阁捧起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，为着是纪念我。咱先三甲来祈祷，天父上帝照你所教示，阮会当来领受圣餐。伫圣餐当中，阁一摆甲阮讲，阮的罪透过你的恩典来得到赦免。祈求主，互我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愿意伫你的当中，认真来学习，认真来学习你的模样，专心来听你的声音，仔细来看你所做的代志。愿主你阁一摆来帮助我，有智慧了解你的恩典的话语，你的恩典的验赦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耶稣基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，为着是纪念我。咱请长老来服侍。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，为着是纪念我。咱做伙来领受。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，主耶稣讲，这杯是新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恁着行，今仔啉的时阵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请长老来服侍。
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，今仔啉的时阵，就行安尼，为着是纪念伊，咱三甲来领受。逐摆恁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搁再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但愿平安的上帝，就是捌永远约的火，伫世人中来传阳过的大牧者。咱的主耶稣基督搁起来，互咱会当同行事会当完全。愿咱兄弟会当来行伊的旨意，互信心伫咱的当中会当帮助咱，会当活出好的信仰来。咱会当来实践信仰，传扬福音。彼此疗下，有上帝恩典、疼痛充满伫咱的当中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奉献。咱做来感谢，感谢上帝，多谢你主，你收拾阮每一个人性命。啊，感谢主，互阮分会当甲你同坐道，阮搁一遍领受主对你遐来疼，啊，互阮会当永远会当活出疼，互阮会当诚侪别人的祝福甲帮助。啊，感谢主，互阮会当搁来到伫你心做前。啊，感谢主会当互阮逐人兄弟姊妹有一个得会在的能力，互阮会当用奉献来回应你的疼，互咱无论逐人用伫祈祷、用伫感谢、用伫赞美、用伫服侍、用伫献钱，所有一切伫你面前所献出的，啊，求你加倍所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祈祷靠耶稣的名。啊，兄弟姊妹，请坐，这是我来报告。哦，因为咱为周报，当然若第二场的搁会使用第一场检查咱一寡咱的长辈啊，毋知影消息，所以伫遮我大概甲各位做一个迄个简单的报告。啊，今仔当然咱是今年最后一次的第次的圣餐的礼拜。啊，感谢上帝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伫遐来同牧主恩。啊，第三是本会定伫今仔日中昼12点到2点，伫咱教会府堂有举办新家园的 party， 请咱有报名会当准时参加。第四项，本会定伫门仔营8点伫地下调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。啊，咱有买明年的7点。哦，7点。
这7点这顶讲讲第7点，所以小员请会记住门仔用7点。迄个2021年的读经设计的，费用是400块。如果有意向的，甲配音干事伫遐购买，并且来交费用。第6项，本会2020年度各种的奉献是到今仔日截止。咱也有要索取2020年奉献证明的兄弟，请咱留意来配合。另外第9项有正月初7，拜四暗上8点有召开预算会议，请以下人员出席来参加。第10项小的公告，本会定伫正月初10到17有2个礼拜日中昼11点半，伫教会办公室有举行2020年度财务的检查，请各单位财务人员配合伫遮个迄个送检。第11，本会定伫正月11到18，逐工透早5点半到6点半有举办上热烈的早祷会，欢迎大家来踊跃参加，互咱会当点到祈祷的火，得到家庭、职场、甲城市、甲国家。具体消息我会报第2项，合作社第一，咱合作社如果来是社员，请伫今仔日进前，咱会当完成12月份的股金的存款，甲你所要还的贷款，通以便伫遮年终咱的结算。因为这结算咱即届有发鼓励，所以咱的鼓励，咱伫合作社有真好的福利。不但你有人寿险、有贷款险，咱阁有迄个利息。咱利息是目前是比外口，如果咱若是1月20日社员大会通过，咱会比外口的利率阁较悬。你寄定期的进外口，咱若在座有寄定期的，可能知影，真是0.8。伫合作社来讲，咱是即届如果若社员大会通过，是1.02，咱会当发安尼。所以目前合作社伫高雄区来讲，是利率目前咱是上介好的。所以这也真感谢咱的李干事咱的专职以及咱所有社员，咱的付出甲配合。所以讲，咱若铺你也袂用的，你爱紧上，因为要算鼓励，所以伫今仔日进前，所以这较麻烦。第2项，社员大会有定伫明年的1月24，讲到明年想要足久是后个月。后个月24下晡2点半，伫本会的主堂伫咱遮迄个点半开始，因为爱伫副堂伫遐报道所以咱有要召开社员大会，请台湾社员来踊跃出席。咱社员大会即届会无共款，因为即届有要选举，所以咱结束了后，咱当天就是共款1月24，咱伫遮选举了后，差不多5点，咱会准时开道。按即届有要办餐会，即届是安那？办联谊的餐会，咱较早是无，咱即届第一次，一个是爱交200块，但是交200块，你若来去下搭坐道的时阮会当天会阁用红包落替你100块，安尼等于咱是交100块尔。为什么较会要遐麻烦、遐啰嗦？因为我惊各位定定你讲到时拢无要来，100块了尔，会你了100。合作社的了袂少，而且上届拍算是遐菜色无人食，我若要当做凊彩卖，我嘛要卖几啊工。所以就是讲，目的就是讲，咱交200，但是你就是来参加咱开会了落时，会阁摕100块摕一个红包的现金所以咱各位是交100块尔，安尼敢有清楚？但是你报名就是迄个，你若报名，你若想讲要加上坐较共底桌食较会落。麻烦你个迄个报名表，一张有10个，你个少少的10个坐底桌。若无我一定甲你坐做伙，你就讲我食袂落，安尼加拍算的。所以你若要加上坐做伙，麻烦你甲迄个即届咱伫迄个开会当因为选举，所以会统计票声，所以会有中途有咱一个时间。这时间即届合作社咱第一次进前咱的摩擦的迄个
咱的摩擦有哪足丰富，但是即届全部拢用全年礼券，即届拢用全年礼券来做摸彩，互咱全年伫咱有冲地区几啊间啊，你要去买无？因为阮是无爱用包的公司，因为包公司若甲你包一下300块，你爱开3000，所以阮用全年礼券，上少会200起跳啊，第一得奖，阮会用现金红包，所以即届因为买办的人嘛免遐麻烦，去买物件，买一大堆，迄嘛足辛苦呢。像即个圣诞节顶礼拜，我看咱阮听讲是咱连因翁哥爱做动工的，拢爱斗搬斗载呢，迄是足辛苦的。所以咱即届无共款，因为可能辅导社遮大家较分担，所以用全年礼券。但是第一得奖是用现金的红包，所以拢甲前会无共款，甲前会无共款。所以即个拜托各位，你若要报名，拜托你1月初10进前，这内底就报有写，1月初10进前报名杂志，因为咱这毋是日饭店，你若尾仔搁报，我无法度临时增加，我嘛无法度像拢计错，搁按倒3块倒伫遐准备。我嘛无才调，所以讲毋茫伫1月初10进前杂志报名，安尼敢有清楚？以上。欢迎远在节兄弟阿金姐的后生，有伫现场无？请去你咱拍鼓啊，欢迎你来，欢迎。好，谢谢。补充者，报名表是伫辅导社地下室，拜托你若坐电梯落，若无便坐电梯，你毋通去找配分卡，配分会做无用，是辅导社，这是辅导社，以上。最后咱来吟上扬，祝车肯400首，祝个先客诗歌400首，愿主今来甲你同在，请起立。愿耶稣基督的顶，天父上帝疼痛，信心的感动甲交陪，愿上帝所赏赐满满恩典、福气、平安、喜乐满满，充满伫你的身上，对打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咱第一场的聚会生产礼拜到这结束，愿上帝赐咱头前的路，了我甲咱相信上帝。